那今仔秋兰啊，哪会无打草转下牛食啦？哎哟，啊，这间灶骹是去互炸弹毋着是哦，都是咧创啥的啦？要无秋兰啊，秋兰啊！啊，等人是走去倒去啦？要无敢袂挂草，挂还袂倒转来？哎呦，侥幸啦！啊，这茶甲等较贵，我是要安尼整理啦。阿母，你帮做好未？哎呦，也无生活啦！你身躯来乌刷刷啦，啊，无你是咧包蚊子了？我巴肚枵啊啦！嘿，啊，秋兰毋是伫咧厝，伊敢无煮互你食？啊，无伊人是走倒位？厝内伊人咧艰苦啊，才无煮。我伫咧甲下药啊啦。哦，我都知咧，早安尼规间灶骹敢若穿大咧，原来都是拢你母的啦。人迄秋兰是足伶俐的呢，规个灶骹是变甲清气溜溜的。阿母毋是甲你讲过，这查甫囡仔袂用去来灶骹呢，甲动鼎动灶呢。后摆你若出去是会去人看无起呢，知无？你要叫咱生活来，甲你去农场读番薯签，你哪拢无想过啊？啊，生活迄个细汉，伊也毋捌做过粗重的啊。啊，农场的日头搁炎放放，啊，你是要叫伊去遐拍人歌呀？阿母，我刚才是较面大尔，也毋是袂晓做啊。你就甲我当做去佚佗嘛，莫甲我烦恼啦。等秋兰的脚若较好，伊就会去农场到处工课啦，毋免你去遐拍人歌啦。啊，都生一粒毋食粒啊尔，啊，搁也毋是咧破啥物大病啦。啊，坐倒戆神戆神，我嘛毋知伊咧变啥梦。可能是去互小猫惊着呢。啊！去互小猫惊着？嘿，啊，小猫啊，有甲咱秋兰安怎无？有啦。哈？小猫啊，佫伫咧树内头壳顶插一缕花。我刚才是敢若插一蕊花尔。秋兰啊，我食饱，我来去吃。来，你食无？来来，来食饭啦。啊，要食饭啊！你是要搁走倒位啦？这草囡仔，哪安尼失常失常啊？无要紧啦，明仔载带去收惊就好啊啦。秋兰啊，啊是安怎啦？爸，我甲人一起来啦。这顶啊吼，抹一寡火敷吼，较会退风，真紧就好去啊。我人一出来，你食后就袂啥会痛，好起来啦。好去啊！啊，这顶啊都还袂到色，你著加针乌白甲东，乌白甲拄。啊，万一若翻动，安尼要安怎？袂啦，真正拢好起来啦。阿母知影你真乖，你脚咧疼，我袂心肝遐雄，乌白逼你去做工课啦。你也莫轻分讲，我较疼恁大兄啦，因为恁大兄就是咱厝的孤囝，啊，你甲恁大姊共款嘛，大汉共款是爱嫁人，事实就是安尼，你著较认份的，知无？嗯。媳妇啊，小等下啦，若忝吼，小歇困一下，毋通亲像恁老爸吼，做我敢若戆牛咧啦。哦，我知啦。等下，我来寄一个面巾甲你出去。
哦。较紧的，无啥时间的啦。紧来啦！安怎啦？紧来啦！安怎啦？我生这粒灯啊，这个大粒看要安怎好？大家敢若真少年。啊！你是要去倒位啦？药要安怎做？哦，药头吼10碗抓7碗，啊药这啊抓5碗，啊一天一贴哈。哦，我知。哦，多谢好。豆仔，伊的药啊，敢袂烧起？哦，伊的身皮较虚啊，我身体甲调互伊平顺，啊药啊才来下较重，啊无伊身体扛袂起。阿爸。豆仔，我阿爸来伫遐啦。亲戚来了，哦，紧请伊入来我。哦。哇，亲戚，哦，那这罕行，来面坐，请。辛苦。咱的梦，咱的缘，为何无结论？千里路。天下的母亲地，伊个。亲家啊，真努力咯！啊，一逝路遐远，搁互你专工走一逝。啊，阮阿敏呢，搁互伊倒转来后头厝，是真努力吼，努力啦！哎，你唔通安尼讲，都是个过去婚姻吼，遐尼久，啊，拢无转来，你著甲当做是吼，转来做客啦。啊，亲家亲母，啊，恁若是有闲哦，再来阮家里去佚佗啦，吼。啊，你嘛同款，若有时间，较食捌来咧啦。会来。啊，我即摆落啊，赶紧来去台南哦，传一寡药草，吼，啊无，是咧，吼，我即摆来。有哪行呢？阿母，小阿爸看好啊人，都伫咧顶头，啊对日本警察拢无。死囡仔咧！好啦，新发啦，等恁老爸迄个高老性的，你也煞唔知影哟。迄时哦，亲家来医咱秋兰啊，伊唔知要甲点头，要若无，你敢捌看伊甲厝边头尾咧烧借问？新发啦，紧的啦，你说啥啦？小等的啦，新发，甲恁老爸去拍限制签，啊唔通安尼无得无定，着较乖咧呢。紧去，有等下做去叫妈。你咧，带我甲你搭三工无？这个钱是要你啊，互你留来存用。
血脉会受验，等药啊铺出来，就拍算。你毋是答应我，要找人去读册，哪会变安尼哈？遐钱是要你的，你收起来去。以后若剩5分时，你才甲我叫。谢谢你嘛，你去会用哦。你别坐啦，你要啉茶啦。好啦，考上好大吗？哎，茉莉酱，我开你，会忝袂？袂啊。考上，你哪咧拍票啊？都是个咧。都是讲伊小妹吼，咧破病啦，伊等你甲看。啊，恁倒长有交代哦，讲你若下班吼，踮咧厝会等你。哦，我知。考上，你以后困，叫我来就好。好。考上，啊，都是个因小妹有要紧哦。都是讲伊小妹吼，敢若真严重的款呢。要若无恁土厂，咱专工去台南甲买药材。啊，恁土厂转来啊，你问伊就知啦。哦，到了，好，停。来，紧。大家。袂，快去，这摕去互同事哥。你吼，我内面哦3只苗仔伫个，要安怎怎吼，我拢写伫内面。这3只苗若食落去哦，伊小话病哦，则保会掉。哦，等记去，你记去，嗨。你着紧去诶。好，我快去啊！好。咱的梦，咱的缘，为何无结论？千里路。他的母亲白伊个，哎，小慢点，什么代志啊？哦，啊，你是陈国先的因后生某哩吼？是啊。吼，你买对头前吼，迄小马伫咧挡路，无人敢过哦。小房啊，咱遐济人是安怎都去惊因一个？你都唔知咧，迄小马啊汉超勇，力头阁大，迄袂输一只牛咧啊！啊4、5个吼都掠袂掉。敢干那掠袂掉，尔，搁叫绑咧树仔骹咧。啊水啊，你较较注意咧。哦，好啦，我看，搁等下慢一办法，我就去紧摕这包药去救人啊！无某你是要救啥物人啊？我是个因小妹秋兰啊！啊，秋兰是安怎啊？真严重啊！
阿母，紧走，小马来啊，小马。你